很高兴能够来到9C 画室担任模特，想必大家对于如何当好模特一定感到非常好奇。现在我来分享我的小秘诀：一、面带微笑，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。希望各位每天都拥有很好的笑容。二、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像我现在皮笑肉不笑，这就是我的专业。我能做好我擅长的事情，我就是最棒的。期许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，并给周边的人带来帮助。三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我选择模特这个工作，我会努力维持好我的状态。深思熟虑后下的决定，就要为结果负责。愿各位能为自己的未来感到骄傲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世人所熟知。